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收睇英國望香港，我係 Howard Sir。大家有冇諗過喺旺角低頭玩手機，行下行下，突然你部親生仔就咁同你 say goodbye，從此永隔天日。呢啲場景可能你覺得只會喺戲入邊出現，但現實世界遠比你想象中殘酷同埋接近。喺某一日，2024年7月26日，一個平平無奇嘅下晝，喺倫敦sun溫嘅一條街角，我只係低頭望一望手機。你冇聽錯，唔係冇電，唔係壞機，係俾人光天化日下搶咗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你可能以為，我又唔係咁大頭蝦，點會中伏啊？我平時喺香港都夠機警㗎啦，冇問題嘅。但其實問題就喺你一放鬆嗰一秒。根據 South West Londoner 2025年1月報導，倫敦每6分鐘就有一部手機俾人搶，唔係誇張，唔係電影，係真實數字。2023年有超過94000宗手機失竊報案，而2024年頭3個月，英格蘭同威爾斯就已經錄得78000宗，接近6萬宗喺倫敦發生，即係超過3/4。而且呢啲搶手機嘅賊唔單止會踩單車、揸電單車，而家索性行路搶，直接喺你背後啪一聲搶走。有一位女記者 Susan Lee 喺 Charing Cross 親身遇見，佢話：我行緊路，個賊突然喺後面衝埋嚟，一手搶走我部 iPhone， 冇任何警告，我成個人呆咗，真係覺得自己俾人侵犯咗。歡迎嚟到倫敦啊！一個每6分鐘就有一部手機同主人 say bye bye 嘅城市。而今次呢條片，我就好成功神還原咗整個案發現場。而今次嘅受害者唔係別人，而係我自己 Howard Sir。如果你唔想你身邊嘅人成為下一位受害者，記住分享呢條片俾即將嚟倫敦嘅朋友睇。呢一秒你喺屋企睇 YouTube， 下一秒你喺街頭睇手機，而我只係喺錯嘅時間出現喺錯嘅街角。咁等一等，我帶大家翻去案發現場睇清楚到底成件事係點樣發生。就係咁，我呢段 BNO 香港人嘅移居生活正式打開咗最精彩又最現實嘅一幕。由一個初到貴境，以一個旅行者嘅身份，真真正正受咗一個新嚟新豬肉嘅洗禮。我開始學識點樣生存，點樣提高警覺。最近先聽到2單，一單有人喺街上搶手機、搶手錶，搶手錶嗰單我係親眼見到。另一單亦都喺我身邊嘅朋友身上發生。佢係一位醫生，佢俾人搶手機，佢即刻就坐 Uber 追人，最後個賊就無奈地將手機掉爛咗，掉咗喺一個街角邊。原因點解有手機已經成功得手啦？點解佢又掉翻喺街邊呢？原因好簡單，原來呢位賊人嫌佢個 mon 爛咗，咁佢又感覺到有人喺度追緊佢啩，所以咪直接掉咗佢咯。仲有啲人會行埋嚟問你要唔要 weed， 或者扮唔識翻屋企，要你出錢幫佢買 bus pass。亦都有一個後生仔，佢話你俾錢佢，佢唔知銀行有啲咩問題攞唔到錢出嚟，你而家俾錢佢，佢陣間就再轉翻俾你。而家世界上真係乜嘢人都有。仲有我經常見到有人踩 Lime 嘅單車又唔俾錢，觸發咗警報器，一路行一路聽到好嘈嘅警報聲，已經係司空見慣嘅事情。成街成地下都係 Lime 嘅單車，全部都係經常係唔知點解瞓喺地下嘅。仲見到有啲人喺度吹緊笑氣氣球，成班人聚埋一齊，你真係唔該行開啲，安全第一。各位香港人最好就唔好出夜街，要出夜街嘅話就揾個朋友陪。我希望你哋可以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倫敦係靚，但最緊要識自保。Peace。最後，我想講一講多一篇專題報導。呢個現象唔止係我睇到。根據 The Guardian， 早喺2021年，英國已經有人成為專業賣家，喺音樂節賣笑氣氣球賺錢。呢個喺香港係基本上係見唔到，亦都唔知話氣球都有得賺錢咩嚟㗎？咁正常呢，喺街度見到人喺度吹氣球呢，你未必會感覺到有啲咩異常，亦都唔知佢哋喺度做咩。但係我而家就解釋俾你聽，有啲人呢喺音樂節賣笑氣氣球賺錢，仲用埋 card reader 收錢。報道入面有位賣家話 Everyone's gagging for it， 意思係個個都爭住嚟吸。咁到底佢哋入面吸緊咩氣？唔係二氧化碳，而係一種叫笑氣嘅氣體，英文叫做 nitrous oxide， 化學式係 N2O。
呢種氣本身喺醫學上係用作做麻醉劑，例如牙科、分娩都有用，而喺餐廳入面係就用嚟打忌廉，英文叫做 whipped cream dispenser， 裡面嗰啲嘅銀色鋼瓶。但係有人就將佢用嚟娛樂吸食，佢哋會用一個叫 cracker 嘅器具，將鋼瓶入邊嘅氣擠入氣球，再由氣球吸入去肺，吸完之後會感覺到暈暈地、笑笑地，甚至會有短暫漂浮感，大概維持10幾秒至1分鐘。聽完呢個故事係咪非常之大開眼界呢？咁我哋繼續，成個過程冇咩異味，幾分鐘內就會清醒，所以對啲後生仔嚟講，好似係快閃嗨一轉又唔怕醉咁。但其實過量吸食可以引致神經線受損，甚至缺乏維他命 B12，嚴重嘅會腳麻、記憶力差，仲有人會突然暈低，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。所以下次你喺倫敦街頭見到有人拎住氣球喺度吸，其實佢哋可能唔係玩緊啲咩嘢派對 party， 而係吸緊笑氣。你就要識得分清楚，唔該行開少少，避開呢啲群體，安全第一。如果各位喜歡我分享嘅內容，我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俾個 like 去支持下我。我哋下次再見。